环看世界，来看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反政府示威满1周年，因再一次行就溪头来抗议。这个警民爆发着激烈的冲突，当地警方用装甲水炮车压制着抗议的民众，引发着更较侪怒火，至少有30个民众死亡，7000多人受伤。 伫个南美洲的智利，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已经满1周年了。有真侪民众行上街头抗议，警员往那压穿在警戒。有民众摕点火器管在攻击，马上就叫警察制服在地。连装甲水炮车行上街路，马上就叫民众攻击。民众的这样气氛，是因为18号这一天是智利反政府示威满1周年。 有年智利政府挑起地下铁的介绍，和贫富差距的问题铺上台面。民众要求政府要针对养老金、医疗保健也有教育等的问题，提出解决方法。这个抗议活动长达到1年，抗议活动换自原本的和平要求，慢慢失控，变作是冲突不断的战斗。刚18号这一天的抗议活动，就上少有30个人死亡，几千人受伤。 就连市区的教堂往那吊祭，规个向放火烧烧甲只剩几支骨啊！这里按算要伫个25号举办公投，来决定是毋是要废除军事独裁时代的宪法，嘛要来决定将来是想要来制定新的宪法，希望会当从根本来解决智利民众所面对的无公平的待遇。